里所名利他过天海，我流动之中伸手向风儿大热度发展，静我在你所经历天机会，我天间那罗嗦以来，你的欢悦若天开，也朝朝朝几个梦。我们的在你所我在你的在他们的点嘞，那今天我们第一次学张文的那个初级吧。那我相信我们这个当中已经学过的很多很多，所以今天你们学过的人觉得今天有一点点无聊，因为你们已经会的，但是不会的很多，对没有学过的人很多，所以我们是今天第一次开始30个字母开始慢慢的教。然后呢，你们学过的也是有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可以，比如说“嘎”的话，加一个字“嘎哇”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所以都有好处。那你们呃怎么说呢？忍耐的，慢慢的要学，不用快快的，因为这个快快的学的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慢慢的，第一册那个30个字母这里开始，那我们学。那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我们昨天也是一样，不用介绍给大家，因为呢。第一天的时候到，怎么说？有些人只是看看而已的，那我们不需要介绍的。那慢慢的，我们可以下个星期呢，或者是那个下个月这样子，我们会了解，我们都是那个互相会帮忙。然后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有什么什么突然不当的话，可以直接自己打开问我们的那个没有问题。那大家都不可以那个怎么说呢？声音太大了，那个烦恼很多很多的别人啊，不可以烦别人的。所以我们是安静的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打开直接问，这没问题。好，那我们对，差不多的那个时间差不多的，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啊。好，那我们慢慢的写，我们慢慢的写啊，不用太快。那个我们有那个一个小时30分钟的那个时间，所以呢，我们1个小时是写字母，然后呢30分钟是我们要写那个讲话那个练习，比如说你好，你在哪里？你好吗？这些我们要写那个藏文的。那藏文的是那个是我们那个这个是我给港巴党部，我给港巴党部的意思是呢，藏文初级班的意思是，对，我给就是那个藏语港巴的意思是呢，staff 我们的那个第一步的意思是，对，港巴党部第一步初级班的意思是。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30个字母写。那有些会30字母，但是没关系，再练习一下也很好。那今天是我们30字母开始哦。这里开始第一个，是不是？对，这里开始张文30个字母开始。30个字母，先我们可以看那个课本，然后呢，我们可以写下来。好，那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的话，我相信你们已经会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还有真的今天那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班里面以前没有学过的很多，所以你们已经会的人忍耐一下啊。那个因为尬的话你们已经会的，那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的练啊。那个是这个就是尬，这个是就是尬卡嘎嘎的尬。尬的时候呢，是按这样子，尬尬，对，这个是它是尬，对吧？尬尬，对，那个是尬，卡的话就是这样子，卡卡 KHA 卡卡，对，卡的意思是呢，我们的那个平塔是卡，就是那个西藏的那个嘴巴的意思是卡，就是 mount，英文的话就是 mount。对，car 以前没有学过的，你们要了解，那个是 mount，就是 car。对，mount car。对，然后呢，第一个 ga 的话，ga 加一个字，这个是哇，嘎哇的意思真的柱子，柱子，我们那个房子里面的柱子就是嘎哇，顺便学一下。对，好，那个是 car，那个是嘎嘎嘎嘎的意思是呢，ga 嘎就是那个可以念的时候，嘎的声音比较高一点，嘎卡嘎嘎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嘴巴里面说的时候比较温柔的那个嘎嘎卡嘎这样子。对，嘎的意思是呢，嘎一个字的话，嘎就是哪里的意思，where，你们可以说 where。对，嘎就是 where，可以说。对，那第四个呢，啊这个是啊，对，是就是 NHNGA 比较是低声的啊就是我的意思是 I。我那的时候，卡嘎嘎卡嘎嘎这样子啊，嘎卡嘎对，嘎嘎那个一个字的话，卡的意思是呢，就是嘴巴，嘎的话，嘎就是那个哪里的，where。那就是那个我啊我对那个时候对。那我们的这些那个有些同学觉得那个我已经会了，但是那个很不想这样子无聊的样子，那个不要了。
你看呀，你们看的时候一定要你们以前没有学过的一定出来，所以再练习也是很好，所以不要太那个无聊。那我们那个慢慢的为了以前没有学过的，所以你们大家一起加油，这样子，1个月后大家都一样厉害。好，那我们第一个那个呢，第二个。那个是四个句子是第一个嘎卡嘎啊，他们是一家人，一家的意思是他们是一个。那第二个是家恰家娘，这个是家家那个的时候家，我们的家的家，回家的家，家里的家，声音是这样子，但是那个四声家，对家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定词动词，可以说加纳的加定词，对东西的那个家，那个的时候是家，对。那个第二个呢？这个是恰，的时候恰恰恰恰就是双的意思，一双鞋子，一双袜子，一双筷子的恰就是那个双的意思，恰，对。那恰，那第三个呢？夹夹夹也是写的时候是这样子，夹夹夹的意思是呢，茶 tea，英文的话 tea 就是夹，我们常常会说夹通喝茶，夹通喝茶，这个是夹就是茶，对。然后呢，这个下面的那个是nha，那个是nya，nha nha，轻声nha的意思是呢，fish 鱼nha fish，对，fish 就是鱼nha nha，对，加恰加nha加恰加nha，好，从开始。嘎卡嘎啊加恰加nha，对，是这样子的。好，那30个字里面8个字已经会了。嘎卡嘎啊加恰加nha，对。然后呢，对自己念出来非常好。那声音我们一样的。嘎卡嘎加恰恰nha，对。嘎哇就是肚子，卡嘴巴，嘎哪里，我，加东西，恰一双鞋子，一双筷子的恰夹就是茶，喝茶的茶，夹，对，夹。然后呢，第四个是，呃，第八个这个是nha是什么呢？nha就是鱼，对，海里面的鱼nha是nha，对。好，嘎卡嘎啊，加恰加nha，对，这么简单。好，这下面这个是那的时候的大，第一个是大大大，我们那个声音这不一样，但是那个大就是那个西方的骑马的马的名字大，但是它
这个意思是那个声音的意思是，但是这个一个字的那个意思是，比如就比较没有很多大一个字的声音没有，大那一个，比如说我们那个不用写没关系，那个是大拉就是那个一个书的名字，大就是书的名字。那声音一样的大的意思是呢，就是那个马骑马的马，这个加上面有一个字大，这个念的时候声音一样大。但是那个是上面有的那个是骑马的马，没有上面的这个就是那个是阿拉，阿拉就是一个树的名字。大念的时候是念大，对，大的啊大。第二个呢，踏踏 THA 踏踏的意思是呢，ant 最好的意思是后面最好 ant 踏对。踏大踏踏，这个是踏大踏，BHA 踏踏的意思是呢，end 的就是那个最好的，结束的时候也是 end 踏，对踏好。如果人后面的话也是踏，对，那个是打打打的话，BHA 打，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嘎卡嘎啊，四个一个清楚，加恰加呀四个清楚，大踏达那四个清楚，四个清楚当中，三个都是比较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嘴巴说的时候比较高一点的，嘎，对，夹，然后呢，达都是那个上的那个是达的意思是呢，now 现在的意思是达，就是 now 现在就是达，对，达，然后呢，那个呢的时候呢，那 那就是那个病的意思是生病的病，对，大他达那就是生病的意思。那比如说我们那个牙齿的名字就是错，那牙齿痛的话说那头是过，头痛的话过是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加就是那就是病的意思。对，什么什么病，就是那个我们前面说病的话，喇叭过那我们的那个鼻子的话，那鼻子痛，这样子，那就是那个痛的意思，病的意思。好，那的时候大踏达那，对，好，那那个是三个呢，这个是爸，这个是那的时候爸爸 爸爸的爸爸爸爸，我们说爸爸就是阿帕，那个是我们说爸爸，那个是第二个，可以说哈，那个是 BHA 帕帕，然后呢，这两个一起呢，爸爸就是 father，爸爸，对，爸爸就是我们的夫妻，爸爸就是爸爸就是那个爸爸，第二个是怕，第一个是爸，第二个是怕，爸爸爸爸爸爸就是那个爸爸的意思啊，哎，好，那这个下面是那的时候，把把把把啊把。
拔 ba 拔拔的意思是呢，那个牛，我们的那个英文说的是高高，就是那个牛一个牛的部分，就是拔，对，拔是这样子的啊。好，然后呢，这个下面是骂骂骂骂的意思是呢，妈妈骂就是 mother，对，骂就是 mother，对，爸怕爸妈，爸怕爸妈，好，爸怕爸妈，爸爸怕爸怕就是我们的爸爸，就是爸怕，爸就是牛，妈就是那个妈妈，对，妈，好，这个是六个字，是六个字这样子，这么我们是六个字会了。等一下，我们再念一下，从这里开始，嘎卡嘎啊，加恰加呀，大他达那，爸怕爸妈，对，要认真哦，要知道，这个是六个字，要知道啊。好，那等一下啊，这个怎么念？自己念啊，嘎啊嘎啊嘎卡嘎啊。等一下，我会让人家为我嘎卡嘎啊，嘎卡嘎啊，要了解啊，意思是已经说过了啊，加恰加呀，加恰加呀，刚刚那个说过的有没有？大大踏达那大踏达那爸爸爸妈。爸妈，嘎卡嘎啊，加恰加呀，大他达那，爸爸妈。
对，是这样子的。嘎卡嘎啊，加恰加呀，大塔达那，巴帕巴马，有没有？好，嘎卡嘎啊，嘎卡嘎啊，加恰加呀，加恰加呀，对，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太慢？喂，大大啊那大他达那会不会太慢了？爸爸爸妈爸爸爸妈爸爸爸妈嘎卡嘎啊加恰加呀大他达那爸爸爸妈，对，你们也如果有想问的话，可以问，没问题。好，那第一个嘎的，你们可以说嘎嘎就是嘎，我们可以写一下嘎嘎哇嘎就是那个我们的助词，对，嘎嘎哇嘎哇，它的名字嘎哇嘎哇嘎哇就是助词，对，嘎哇。这是我有问题，啊，据说那个蛙后面那个不是刚才叫八吗？为什么要念蛙呀？对对对，很好。爸怕爸妈妈，现在你又念它蛙哦。你这个厉害了，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名字后面来的时候，它是嘎哇哇，这个时候 w a 因为名字的后面来的时候它是哇，它一个字是把，对，爸怕把那个把，它的后面来的时候嘎哇哇 w 的那个哇，这个其他地方哪里都一样，所以不会那个错，所以每次都名字的后面，它就是名字的话，它就是不是那个拔，就是哇哇，所以很好，高洼就是那个柱子，对，很好。那一个字就它前面有的话就是拔，对，很好，柱子。那卡的话就是嘴巴，我们常常说的是嘴巴，卡 mount。
帕就是哪里？mount，帕就是 mount，对，嘎嘎的话是什么呢？嘎的话是什么？嘎就是 where，嘎是 where 哪里的意思？嘎，对，的话我 I I I 对，然后呢，嫁的意思是呢，就是 things 哦，things 东西，对，things 恰恰的话，一双一双鞋子的双，对，恰就是那个英文的话，应该是 peer，对，恰这个前面是声音哦，后面是那个意思词哦，所以你们应该没问题啊。夹的话就是那个 t，哎，夹的话 t，然后呢那个呢的时候是nha的话 fish，对，大大一个字都没有。然后呢，踏哦踏踏的意思是呢，踏就是那个 ant 最好的意思是踏，对。然后呢，打就是现在的 now，这样子可以吗？那的话就是病的意思是 sick，对，大踏大那。然后呢，爸爸一个字没有了，爸。然后呢，八怕一起加的时候才有，对，others。然后呢，拔的意思是呢，就是高，应该是高是 o 吧，高，对。然后呢，妈就是 mother，对，mother 是这样子的啊。好，那卡里，你帮忙念一下这个声音打开。是，对不起，上次是叫我吗对对对对，你这个念一下，？OK，慢慢好，念，不要急，慢慢的。好，好，嘎嗯卡嗯嘎嗯nga 嗯加
恰嗯夹嗯呀嗯大嗯帕嗯达嗯那嗯爸嗯帕嗯拔嗯，诶马对，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鱼，对对对对对，这很好。对，鱼，这个是鱼，对，很好。那这个是什么？卡夹夹 t 对对对，tree，很好，谢谢，不错，很好。啊，那加油。好，那我谢谢。们那个可以，很好。今天呢，那个 Jason，你帮忙那一下，Jason，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练的话没关系，下礼拜做，今天没有练过的下礼拜练，这样子可以。可以的话，今天大家练啊。那个 Jason 你可以吗？Jason 他声音打开了，他听不到。那这个是这个名字，那个昨天的那个，好，没关系。跟那个中文的字不太有认识。好，以后看一下。陈慧慧，陈慧慧，你帮忙那个有这里那一下，第一行吗？对，全部嘎这里到这里。嘎哦，嘎卡嘎啊，恰恰夹娘，嗯，大踏达拿，爸怕把马，哇哦，厉害了。那个的意思是什么？妈，马是妈妈，对，妈那个妈拔，爸是牛，靠，对，那啊，是我，那就看，卡是口，嘴巴口，哇哦，厉害厉害厉害。那个很好，那没问题，你没问题。好的，好的。那个来大来大，你可以吗？来大，可以，念一下。可以。嘎卡嘎拿，恰恰夹娘，大踏达拿，爸怕把马。对，那个我怎么念？我是拿马啊啊啊啊啊啊啊，n n g a 是啊啊，啊不是那，不是啊，那个是啊，不是那。拿，对对对对对对，有一点点像。这个是这个是啊，这个是啊，嗯对啊，跟那个是啊对，他们两个有差别。哦那是这个是那，对哦，对，这两个要分开啊。好这个是 n g a 啊，这个是 n a 啊那，对对对，很好。好好，那个的意思是什么？答的意思是，拿是现在，对对哎，对对，这个怎么呢？这个踏
对，那个意思是它的意思是 end，end，对对，呃，后最好的是后好，，last one 可以，还有最好的也可以。然后呢，结哦，束的时候也是他嘛，对，他的意思就是后面的意思。它，对哦，对对对，好，那个怎么呢？嘎，对，很好很好。那我们这个里面的大部分不错的。好，那个现在这些都是为了初级班的，所以那以前一定的学过的人，为了以前一定的学过的人，我可以加一个字，比如说这个是刚拿入过，刚刚那个是刚拿入过过哇。那卡纳罗克，这个是纳罗就是那个三家的只有4个字的那个声音，那个名字就是纳罗，我们一起写一下。然后呢，卡纳罗克，卡纳罗克，安纳罗我，对，卡纳罗克，高啊就是 leader，先全部写一下。加纳罗就。차 나로 초, 자 나로 조, 냐 나로 뇨, 따 나로 또, 타 나로 토, 다 나로 도, 나 나로 노, 빠 나로 뽀, 파 나로 포, 바 나로 뽀, 마 나로 모，对，是这样子念。念的时候呢，都是的声音出来。然后呢，高啊就是 leader，以前一点点学过的人都可以说 leader。高啊，高啊就是 leader，对，高啊是 leader。那个一定是知道的，那个汪默你知道吗？那个是卡纳罗克是什么？汪默哦，卡了就科或是什么？科，我不知道科是什么，啊嘞，或就是 he 他 是什么？he is 扎西，那个 he 就是他的意思，他拿到课就是哦他。哦，科是他的意思啊。对对对对，如果刚刚那哦个上面的加就是他的意思，他拿到课就是他。对哦，好好，对，那说那说，那个嘎的上面加拿入的话，刚刚那个是怎么说呢？我等一下啊，哦，刚刚那个是拿入，那个嘎的上面加的话，那怎么念呢？嘎对，嘎嘎纳入哪入国？国，对，嘎纳入国，嘎纳入国就是听到的意思。哦，国，对，那说，很好，谢谢你。嘎纳入谢谢。国，嘎哪入国？对，国啊，听到，listen，不是 listen，那个是 heart，因为的就是 heart，对，有没有啊？有 heart，heart 就是听到的意思，对。然后呢，这个下面啊那罗我以前学过的，所以你们这个啊那罗我不知道的话，啊那罗我是什么呢？我就是 face，我们的脸怎么说呢？啊那罗我就是脸，对，脸 face，啊那罗啊那罗对。
加哪罗就加哪罗就加就就可以加一个加。对，加哪路就，它一个字的就的加就的意思是呢，比如说那个是那个一点的两个字加就是声音很吵的那个地方，就是加就，很吵，这个是加就，再加一个加就，对，加就意思是呢很吵的意思是好吵，noisy 啊，英文 noisy 应该是 noisy 这样子，noisy。就是家教，我们那个超市那里很吵啊，那个是家教，加哪个教家教，那还有小朋友啊，那个小孩子那个喊打哭的，那个是家教，好吵，那个是家教，还有那个菜市大城市呐、夜市呐、那个路上大马路上都是人很多地方呢，声音很多很吵的那个就是家教。听不到的声音很多，那个是家教，对，好老师是吵的意思吗？啊，是吵还是朝圣？家很吵就是很吵的意思，吵，很吵的，很吵对，的意思，声音很吵的意思，对，吵吗？就是声音，对，声音很吵的意思，家教，对，声音很吵的意思，就是声音 noise，很烦的那个声音，这个名字就是家教，对，那个是这个下面的是掐哪罗丘，掐哪罗丘，丘，那个掐哪罗丘的话，就一个字的那个是应该没有，丘，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关系。那加哪罗丘，加哪罗丘，加哪罗丘，再加一个加哪罗丘，九就是哥哥的意思，加哪罗丘，加哪罗丘就是哥哥的意思。对，加纳罗就 brother，对，九就是 brother 哥哥的意思，不是那个弟弟。对，九好，那个下面娘纳罗妞就是买的意思，买就是那个东西买的买，buy 我们是 buy 对吧？这是 buy 对，buy something 那个是买东西的买，就是妞，对牛，娘哪着牛，那这个可以牛就是买的意思啊，对对，牛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大哪着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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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没有。然后呢，他哪着托的意思是呢，list，对，托 list，我们那个写下来的那个托，还有那个我们今天什么什么有什么那个写下来，就是那个今天的事情，今天做过什么什么都是写下来的那个是托，对，write down，对，写下来，
对，那个是达那罗多，多就是能的意思，能 can，对，达那罗多的意思呢，能 I can 也多，I can 多就是不能的意思啊，对，那罗 no 一个字没有，那罗 no，巴那罗波，帕那罗破。巴那罗破，帕那罗破，破就是那个我们中文的 mole，对，破就是 mole，马那罗莫就是 female，破就是 mole，那个男生就是破，女生的话 more，对，破 more，对，是这样子的。帕那罗破，马那罗莫是这样子的，对，好，会不会太多？哦，more，好，那我们那个小一点的话，又小一点。好，我们曼巴，我教你的，你的那个，你现在写了什么？曼巴欧曼，Mayra Orman，你写的是曼 Mayra，巴，那 Mayra，那我写英文啊，不要写我们的文字。没关系，OK，Mayra，OK，没关系，你那个念一下。哦，哎呀，锅啊对对对，很好。是什么？，leader 的意思，leader 的意思，对对对对对，那嗯个高啊就是 leader，那个我们的动物的那个屁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对啊，我们那个穿的鞋子的那个皮鞋啊，都是高啊，那嗯皮带呀，这些都是高啊，那个反正动，OK，物的皮做都是高啊。好，那嗯，那个第好的。二个呢，第二个 he 意思是什么？he he，啊，那 he 的意思是呢，中文怎么说？我天，又要学藏文又要学英文了，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是高啊，就是那个 P 那个，或就是 he 那个，是他对对哈，对对，他，很好，男的哈，对，可以这样，可以。不错，哦，嗯，那个是第三个怎么念？过我的意思是呢，听对对到，对对对的，我就是听打了，嗯对，后吃嗯过嗯，听到了，对。那这个第好，三个呢？我对我是脸的意思，我们的脸，对，对，很好很好，嗯，不错，很好，对，谢谢，这些要了解啊，很好，好的，好，那你可以休息。不，好的，谢谢，那个一人呢？
이르는 이른 이른 이人对，那个输入输入没关系。那 mark 等， Yes，你念一下那个，哪个？这是全部。高哇然后高嗯高嗯我嗯加九嗯九嗯加这个是 no 嗯我嗯啊，对不对？no，嗯然后托嗯，然后呢？托嗯，托然后多嗯托托么那个是这个呃买么东西，这个是这个怎么呢？牛呀，哪罗牛呀牛牛，牛这个怎么呢？牛，这个是多哦，对对对对，很好。好，那个怎么说呢？这个怎么呢？刚刚你念的不太清楚。九九九九，九九对，九九就是哥九九哥，九九加哥哥哪罗九，加哪罗九，九九就是九哥哥，九对，很好。然后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很吵，哦，对，那个怎么意思是什么？买东西的买，对对对，很好。那个哦哦是 list 对对对对对，list 我们比如说 list 或就是那个名字，很多很多名字，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子写下来的也是错。那今天我做了嗯什么什么，为了不要忘记呢，写下来的都是错。啊，我要那个一个本子小小的本子上面写下来，要不然我明天忘记了，这个是也是错错。对，很好，错不错？你还不错啊，还是都会的。那游戏嘎。是帮忙念一下，这个怎么念？嗯嗯，狗啊，等一下，那个没有关系，等一下啊，好，等一下啊，现在我们这个怎么念？大然后呢，第二个，大然后，嘎然后，然嘎后呢，呀然后，呀然后呢，夹然后呢，娘啊，不错不错，很好。那如果这里有一个哪肉的话，那个叫什么？牛啊，牛的意思是呢？啊，牛的意思是买对，很好。没有那个的话，意思是什么？鱼，对，好厉害哟。好的好的，好，那你可以休息一下啊。谢谢。好，那 still wall still wall Stella wall，亲爱的，你帮能忙，听到吗？对，可以到那个嘎到妈那一下。咔咔夹娘
恰恰佳娘，他他达娘，爸爸爸妈，啊，厉害厉害，那个怎么念？拿对对对，很拿对。然后呢，这个拿的意思是什么？病了，对对，生病的病，对对对对对，很好。那个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啊，加一个拿肉的话，达他他达拿肉，no 啊拿肉多，都对多的意思是呢，那个我说这个我忘记了，能的意思是能，可以吗？can 对，can，对对对。然后呢，那个怎么呢？牙啊啊牙，哦，对吧？啊，嗯然后呢，加一个拿肉的话，意思这是什么？我这拿是连肉，连 face，嗯，face 好的，对，很好很好，不错不错的，很好。好的好的，那我们讲搞喝茶，是从这里到这里念一下。好，嘎卡嘎牙，恰恰夹牙，嗯大踏达拿，嗯，爸怕爸妈，哇哦，厉害。那个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口嘴巴，对，然后呢，这个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这个我忘记了。哪里的哪？哦，哪里的呢？对，然后呢，如果嘎了加一个哪路的话，这个是什么？嘎哪路过？过过就是听到的意思，听到。听到对对对对对。好，那个啊哪路我是什么？我如果加一个哪路的话哪都是，face，face 对，脸。连，对对对对对，所以慢慢的来，嗯，没关系。好的好的，好，不错不错啊。好，谢谢。好，那我们的时间1个小时过了，现在我们开始要那个讲话的那个课。好，这里可以看这个书的名字，我们说扎西德勒，因为这个课本的名字没有，所以扎西德勒的课本，我们就要说下次扎西德勒的课本打开就是这个哦。对，那我们可以说那个是不用一个字一个字不认识没关系。那我们说你好，你好的怎么说呢？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就是你好。对，你好怎么说？扎西德勒。对，然后呢，早安怎么说呢？苏巴德勒，苏巴是早上。数八，数八是早上，数八点嘞，早上好。那数八是早上，那另外一个说明就是阿周，
阿卓就是早上一样，说话跟阿卓一样，得嘞加他们两个后面加得嘞，就是阿卓得嘞，或者是说话得嘞，其实两个都是早上好。对，那晚安就是 good night 的意思，那个不是 good evening，那 good night 就是新加南国，新加南国就是那个 good night 的意思，晚安 good night。对，新加南国，新加南就是快睡觉的时候会这样说，新加南国，新加南国老师，你的嘴型对着我们再念一下这个晚安好不好？可以，老师，这在第几页啊？慢一点念一下嘛。可以。第老师，这在第二本对，第几页？第二本的扎西德勒的课本，哦，我30分钟是这个。嗯， 30分钟是我们那个课本，那个第二本的那个课本。有两个课本有没有？另外一个是我们30个字母，另外一个是那个我们的 conversation 那个聊天的那个小小的而已，没有比较简单的，这个里面都是简单的，没有难的。对，那个晚安怎么说呢？新加南国，新加南国，新加南国，这个新加南国就是晚安的意思是新加南国。那个藏文新菜你们大人呢，这个是怎么念新菜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那个是慢慢就会了。我们那个新菜呢，下礼拜再念就会了，那个是很简单的，对。新疆南国，这个是我们今天练习，那下礼拜那个不是不用练习不是吗？我们不用下礼拜还是要练习，继续每次都要继续，每次都要那个你好说什么呢？早安说什么？所以我们一个月后你们都会了。那今天参加，下个月不参加，这样子的话，那你们就是时间浪费哦。一定要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来，然后呢，上课的话，你们那个没有断顿的话，那个一个月后就会了很多很多。好，那晚安的意思是呢，新疆南国，新疆南国，新疆南国就是晚安的意思。那好久不见怎么说呢？满江有人，满街有人，满街有人，满街有人就是好久不见，满街有人，满街有人，满街有人，好久不见。那你好怎么说呢？扎西德勒，早安怎么说呢？小巴德勒，或者是呢，阿卓德勒。对，那晚安怎么说呢？新疆南国，新疆南国，新疆南哎，国。嗯老师，我嗯，想请问一下，这个神价能够，那神价是什么意思？新疆能够是南国就是什么意思？好好的 good sleep 的意思是，我们说就这醒的两个字啊，神价是什么意这思？搞啥这个什么就是 sleep 的意思，sleep 就是睡的意思，睡好哦，好的睡觉的意思是，请你好好的睡觉。对，其实那个能够一个字这样子的话，那个好好的睡觉的意思是，但是那个是我们说 good night 的意思是，怎样那个醒就是 sleep 就是睡的意思是，那睡的舒舒利利、开开心心的睡的意思是，怎样那个对，那个就是做的意思是，那个对，好，能够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你做的意思是做，那就是那个英文的话 do 的意思是，但是这个合起来的话，怎样那个就是你好好的睡觉的意思是。我没听清楚，冷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那个冷，英文的话，do or do，我不会英文。那没关系。那个冷你现在那个我们一个字一个字不用问，因为大家都不会的，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但是晚安怎么说呢？你们要了解这个是新加坡国，这样子就这个了解就可以了。那这个哦，是好的。这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教这些呢，所以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们晚安怎么说呢？张文，你们知道那个是怎么叫南国，这个写就好了。哦，
刚才有个师兄说能够是做的意思是吧？就对，做的做，意思，做的意思。我要做睡觉这个事情，就做是个动词。对，段子这个行就是那个睡的意思，行大难过就是好好的睡这样子的意思。对，哦，好好，开开谢心心的谢老师。意思。对，但是这个字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话，是这样子。但是平常我们行叫那个就是 good night，晚安这样子就可以了。对，新疆那个，对，那好久不见呢，满街有人，马就是不的意思，街就是见的意思，满街就是不见的意思。有人好久，有人的意思是呢好久的意思，有人就是好久不见的话，满街有人好久不见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呢，再加一点点，再加一点点。对，那你身体好吗的话，会跟身健康，这个是天让古素得波音呗，天让天让是你，古素就是身体，古素就是身体，得波就是健康，得波音呗就是是吗？对，是吗的意思是，天让古素得波音呗。切让古素得波音呗，你身体健康吗？哎，怪身爱什么？意思是呢，身体健康吗？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你身体健康吗？就是切让古素得波音呗，切让是你，切让是你，古素就是身体，切让古素得波就是健康，银币就是妈的意思是银币，切让古素得波银币，你身体健康吗？所以切让古素得波银币。好，那很高兴见到你的话，很高兴见到你的话，我们中文张文怎么说呢？你们看这个就好了，现在看这个就好了，因为你们就是这个，很高兴见到你，张文怎么说呢？切让杰瓦嘎波熊，切让是你，这里也有啊，切让，这里也有切让，对，结瓦就是界面的意思，这个是界面，结之那个一样，结就是那个界的意思，满结就是不界的意思，妈就是不，那满结就是不界，如果你结瓦就是界面，结瓦结瓦。搞不熟很高兴的意思，搞不就是高兴，很高兴，很开心。对，切让结我搞不熟，我很高兴见到你。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切让结我搞不熟是这样子啊。好，那这里我们那个写了一三，你可以这个念一下吗？一三，你是比较秘密的吗？你写了第一和第三。喂，一三，你可以吗？Number one to number three，不行。好，那个高八，高八，好吧，高八，你可以念一下吗？那个你好怎么说呢？拉西德勒，那早安亚洲德勒，或者是小巴德勒，那晚安新加南国，啊，好久不见，马杰允英，我很高兴，不是，那个你身体健康吗？别让古树德波云北，很高兴见到你。别让杰瓦嘎波琼，哦，你好厉害哟，谢谢，很好。那你应该可以，那个是有人是那个是好久的时候，好久不见就是满节，
这些你应该知道对吧？很好，谢谢。好，那我教另外一个人，厉害了，我教他的名字，宅鸡养鸡，格鸡养鸡在啊，斑马你好怎么说呢？扎西德勒，早安怎么说呢？休巴德勒和纳卓德勒，那晚安，新疆南狗，那好久不见呢？网就有人，那个你身体健康吗？车上古树叠波银杯，哇哦，很高兴见到你。车上接瓦嘎波酒，哇，你的声音那个发音非常好，真的谢谢。很厉害。好的，谢谢。那个 stone stone 石头，还有吗？好，那 Andrea，你可以吗？我试试看。你好，怎么说？扎西德勒、那早安，手巴德勒或是纳州德勒、哎，很好。晚安，新加南国、好久不见，满街云云、哎，很好。那个你身体健康吗？切让古苏德波因贝、哇，很高兴见到你。切让杰瓦嘎波中。哇哦，真的厉害哟，很好，没有问题的，谢谢你。好，那 Tracy，你要念吗？知道吗？啊，你好，怎么说呢？扎西德勒，早安，休巴德勒，还有纳卓德勒，哎，晚安，新疆南狗，好久不见呢。马间云音，好，那很高兴，不是，身体健康吗？车上古树德波因贝，嗯，那很高兴见到你。车上接瓦嘎波酒。哇哦，厉害！那个很好了。那我等一下啊，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厉害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呢。等一下啊，我是这样子。好，那个莫的玛伊拉，嗨，你好，怎么说？扎西德勒，你好，怎么说？扎西德勒。早安，玛伊娜，你要离那个话筒远一点，要不然声音太大。玛伊娜，玛伊拉我戴着耳机呢。OK，哦，这是怪不得。扎西德勒。早安，怎么说？早安是手巴德勒、纳州德勒、晚安，新加南国。新加南国，新加南国。对，好久不见。马街舆论。你身体健康吗？切兰古苏德波因贝。我很高兴见到你。切兰就格布囧。哇，你厉害呀！有些谢谢。好的。那谢谢没有念过的英文叫多吗？
啊，他怕了，叫的时候就找了。那个输入你没有说了，输入你没有说对吧？好，那今天那个有些想说的人，有的话这个说一下，有没有谁可以说？没有说过的人可以说，有没有？没有吗？我可以说啊，那你说一下，你好怎么说呢？加西德勒、那早安怎么说？修巴德勒、拿州德勒、那晚安呢？新疆拿贡、好久不见，马街云林、你身体健康吗？铁然古苏德波因贝、很高兴见到你。铁然杰瓦嘎波种。好，我继续问啊，等一下你等一下，那个我们的脸怎么说？我们的脸怎么说？no 对对对，啊，那个我，那我怎么说呢？我怎么说？没关系啊，这个要那个刚刚我们学过的这些要自己写下来，那自己有一个本子空本子，那个可以的话准备一个本子，然后呢一个礼拜上课的时候这些都是写下来的话，这个有写下来的话，真的会进步很多快，进步的很快。没有写下来，那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会看得到啊，听得到，但是自己没有写下来的话，进步比较慢。那可以的话，那个买一个本子，那个笔记本买一个本子，然后呢写下来。今天学过的这些写下来的话，那真的是你进步的很快，进步的很快。对，是这样子。那老师，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可以说，老师，我有问题。哎，我们叫你老师还是可惜好嘞？老师啊，都好了，好，我有问题啊，就是最后一句，很高兴见到您。那个汉字中文字切让杰瓦嘎波囧，中文字那边写着囧，但是我好像听到您的口音讲的是熊哦，切让杰瓦嘎波熊，熊还是囧啊？呀，都加下去囧啊囧，嘎波囧囧就是囧囧到底是对。 ，OK，知道了，谢谢。好，那我们今天下课，希望你们今天教的这些都要写下来，自己写下来，不懂的话，那我跟我那个给我那个你们那个，比如说我们有 LINE 呀，或者是那个微信里面那个自己写，有问题给老师，所以很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好的，那我们今天下课，好，拜拜，下礼拜见，下礼拜不参加不起哦。谢谢哥谢谢格西，谢谢，身体健康，拜拜。可惜。拜拜怎么讲啊？拜拜怎么讲啊？